最近，从阿坝州走来一名如花似玉的藏族姑娘，她的舞蹈吸引了大家的眼球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。她那匀称的身材、俊俏的模样、优美的舞姿、羞涩的表情、含蓄的举止、强大的气场，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看她跳舞，你会突然觉得人间其实很美好，她的身上自然而然散发出来一种温情和善良。她跳舞欢快、自如、洒脱，总是让人看不够。特别是她脸上迷人的笑容，让人心醉。抖音。